蓋世聽我講，呢個係而家喺韓國發生緊嘅事。全球首個韓國脫髮原因被發現，你嘅頭髮亦都會喺10日內感受到奇蹟，喺短短10日內令你嘅毛孔打開，同你嘅頭髮變得有光澤嘅旗幟。呢個真正就係貼士啱閉動到上面發生嘅事，細心聽，仔細聽，你嘅煩惱今一就會結束。第一次鏡中嘅我頭髮稀疏，當某晒血管死亡嗰陣，血液流動就會受阻。我曾經係一個自信嘅年輕人，而家孤獨感越來越深。食煙同即時食唔好嘅選擇，我嘅身體失去咗營養，我嘅健康亦都下降咗，頭髮變得稀疏，頭皮是積聚，頭皮嘅細痕冠變差緊。而家我知道脫髮嘅原因，由於毛細血管跨壞而脫髮，但有希望貼士幣幫到我，我會再次揾到自己當年。打開阻塞嘅血管同埋提供原氧，成家母後播下希望嘅種子，我只係執一就感受到變化，頭皮嘅血液循環，我嘅頭髮亦都活返了。睇住我，另一個我變化形態，透過運動同停養，保持頭皮健康。當毛細血管變一灘炭狀，我等咗好橫月，日子將滑到老。如家我知道脫髮嘅原因，由於某細血管破壞而脫髮，但有希望消費幣幫我，我會再次揾到自己當年。忘記疲憊的過痕，唱出希望，我會用攝實嘅